你死了只会扔在乱葬坑里，被秃鹫啄干血肉。想活就站起来，跟我走。我要他了。那周启的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？干不了活，又是个赔钱货。你可想好了，他体虚身弱，都不一定能活过这个冬天。我确定。那你就带走吧，哪天死了，你自认倒霉。你还能不能走？我腿没力气了。给我站住！吴长有事情。周启，以后看见这种好货，得先想着长官我，把他放下。这女人我要了。吴长，这不太好。放心，我帮你养2天就还给你。这个女人赏给你了。老子的手！吴长还真是热心，知道我女人身体弱，还送了半块饼，谢谢。好你个周启，竟敢阴我！今晚老子玩死你的女人！赶紧吃。我没兴趣强迫一个想死的人。吃饱了记得干活。你要我干什么？修补我的战甲，补不完，今天别想上床睡觉。还有，记得把脸洗干净，我不喜欢脏的。你也没多干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都会什么？我叫顾一莲，算账、写字，这些我都会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私产，以后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但你要听我话。我知道了，周郎。当初京城多少权贵子弟追求我，现在却成了一个大头兵的私产。周启刚才在屋里可没少享受吧？周启，你家娘们坐在床上不给你洗脚，是不是被你给折腾坏了？这是我以后的生活。周启，今晚见你婆娘，给老子开心一下。躲什么躲？让哥爽爽，再赏你半块饼吃。王麻子，看来你是好了左手，忘了右手。臭小子，有本事你再揍我一下看看！打打杀杀多没意思。我有一个比女人更好的东西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要？你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昨天打仗，我在一个天狼人的尸体里摸到了一块金牌子，怕被百户大人拿走充公，就藏在了后山。你小子没骗我！去了你就知道，找到之后你我五五分账。带路！你小子要是敢骗我，腿给你打断！那就走吧。他今晚能安全回来吗？走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到地方？就藏在那个沟里，过去就能看看。你他妈不早说！有了这块金牌，老子还当什么边族？直接去城里做生意，再养几个娘们儿，享一辈子福！愣着干什么？赶紧下来挖金牌！找不到，老子埋了你！好，我这就下来，送你上路。要做什么？住手！我死了，你也要死！5两银子，还真不少，足够贿赂上官。吴让呢？他去内城绣春阁找姑娘，今晚不回来了。他不是去喝酒了吧？倒是挺聪明。你照着律法，军中出了人命，归谁管？归北户。
明朝定例，书办月银不足1两。睡觉吧，他以后再也不会骚扰你。谢谢。他脑袋磕在石头上，脖子扭断了，应该是醉酒失足而死。刘书办，您仔细看看，查清一点。二位大人辛苦了。你跟王麻子一舞的？回大人，小的周启，王麻子死了，这吴总得有人带，小的愿替2位大人分忧。这小子不错，很懂事。我看他当武长就很不错。他一个大头兵哪来的这么多钱？王麻子刚死，他就送钱，难道？陈总，你觉得如何？算了，刘书办已经收钱，还是别捅破这层窗户纸。还有这2两银子，真香。周琦，这队伍就先交给你带了。刘书办，那王麻子死因醉酒摔死，小子，本官看好你，好好干。谢大人。果然，这乱世人命如草芥，死了都没人在乎，唯有称王称霸，足够强大，才能活下去。王麻子死了，今天起我坐这个位置。按照军营规矩，这个位置只有头领能坐，肉也只能头领吃。赵虎这是想当头领，没人反对是吧？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老大。这个位置也是你们坐的。周启，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你还想上位？从今天起，这个位置我坐，这肉我吃。谁赞成？谁反对？老子先吃了你！还有谁不服？可以一起上。周哥，误会，对，服了。下手真狠，老子服了。以后跟着我，只要不死，大家都有肉吃。我还是第一次见肯给兄弟分肉的武长。周哥，以后我听你的。明天你去浣衣局，那里女人多，闲话也多，谁欺负你，记住名字，回来告诉我。这个男人危险又可靠，跟着他似乎真的能为父亲平冤掌事。听说她以前还是内阁首辅家的千金小姐，千金小姐又如何？落王的凤凰不如鸡，还不要给大头兵去带10个后场？干个活磨磨唧唧的，再不走快点，老子活剥了你！小环，别打我，我血！小环，是我，小姐，快这样。谁打的你？赵大嘴，他昨晚还在说要把你从周启身边抢走，小姐，你千万别让他看见你。小环，你受委屈了，小姐，你一定要小心赵大嘴，他就是变态，千万要小心。你们2个干什么？偷懒是不是？你等我，我一定救你。谁欺负你了？周郎，求你救救小环。是第一天护着你的那个丫头。没错，她因为救我被赵大嘴带走了，现在被折磨得快死了。赵大嘴现在是师长，我去要人，只会害死他。周郎，只要你救他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哪怕让我去伺候别的男人赚钱，我也愿意。
我的女人，轮不到别人碰。起来，周郎，别哭了，赵大嘴的脑袋我也看上了，但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，你先去睡觉。根据地图所示，7号封存鬼仇剑有着海量的露天煤炭矿藏，也不知道真假。我父亲当年看过这个地方，地下有黑石，遇火极旺，不知道对周郎有没有用。你确定？我经常陪着父亲看军事地图，出谋划策。这个时代的人不懂什么是黑金，如果能开发利用，绝对能日进斗金，招兵买马，在这乱世争霸绝不是问题。娘子，你立功了！鬼仇剑是我的发家之地，必须拿下。刚接到军令，天狼人的狼旗出现在狼牙河，咱们要把7号封地重新建立起来，给云州大军当眼睛。1号封族，那不是鬼仇剑吗？天狼人南下入侵，第一步就打那里，是个死地啊！是驻守鬼仇剑的士族，唯一一个能活过3天的。这些天狼人喜欢折磨俘虏，我宁死也不去。都给老子闭嘴！所有师长滚出来冲天，红签留守，黑签出发。谁敢不去，老子现在就活劈了他几拳！我不去，我不去啊！拜护大人，我给你20两银子，求你换个人，我不想死。滚！军令如山。明日要是看不到你的人出营，老子亲手剁了你喂狗！鬼仇剑，我有办法去。都给老子滚出去！来看老子笑话，找死是不是？赵兄，听说你要去鬼仇剑发财了，兄弟他特意来送行。有钱人，老子现在宰了你！杀了我，谁替你去鬼仇剑送死？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这鬼门关，我替你去。我的亲爷爷，只要你愿意去，银子、女人，什么我都给你。脚环我要了，另外给我弄2副铁甲，别能破铜烂铁糊弄。我马上叫那死丫头过来。我还珍藏2副新甲，全都给你。成交。小花，这丫头身上全是马鞭抽的血痕，还有烙铁的烫伤，真惨呀！晚回来2天，怕是活不了了。你答应了他什么？赵大嘴不想去鬼仇剑，我替他去了。你疯了！为了一个快死的丫鬟，你要让我们一整个伍的人全部去陪葬？哎呦，我这老骨头还想苟活2年，没想到过2天就要被田野狼人剁成肉泥了。伍长，那可是十死无生的决定，就为了一个贱婢，把兄弟们的命全搭进去了，我不服！周郎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，是我害了大家。都怪你这个贱女人，老子先弄死你！我这就卷铺盖当逃兵，要死你们自己去死，老子不奉陪了！都给老子闭嘴！在这里，你我就是被随意欺压的小兵，到了鬼仇剑，想干什么，我们自己说了算。可这些也没命重要呀！天狼铁骑一冲，我们全都得死。你们真以为我会蠢到让咱们所有人去鬼仇郡送死？难道不是？鬼仇县的宝藏富可敌国，只是没人知道。这次愿意跟我拼命的，我保你们荣华富贵；不愿意去，想一辈子烂死在军营，老子绝不阻拦。老子被欺负一辈子了，劈吧，干了！大不了就是一死，老子也要荣华富贵，我也跟着伍长。周郎，谢谢你，这辈子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行了，都别愣着，把能带的家当全带上。明日开赴鬼仇剑，老子带你们逆天改命！好一个逆天改命，听得老子差点都想跟你们一起去鬼仇剑送死了！
你来干什么？听说军需官少给了你们2袋粮食，我这个做师长的于心不忍，特地来给你送粮食。你会这么好心？嘿嘿，粮可以给，不过我要他。赵大嘴，是我替你去鬼仇界，给了你第2条命，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那他妈是你贱，为了一个贱婢，命都不要了。这娘们跟着你去死，太浪费了，老子要了。嘿嘿，老子第1天就看上你了，今晚好好伺候爷。找死！我的肾啊！道歉！我可是总旗陈满，你敢动我试试？再是最后一遍道歉，否则今日拿你祭旗。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骚扰嫂子。我错了，饶命啊！放开我们师长，把刀扔了，滚出去！你们难道想让我死呀？周琦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残害师长！按军令当斩，还不住手！周琦，听不到本官说话吗？啊，表哥，快救我！快救我啊！见本官来了，还不放人？难道你真想进死牢不成？姓周的，怕了吧？赶紧放了老子，不然等会儿老子弄死你！停手！别哥，周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周琦，你到底想怎样？赵大嘴抢我粮，夺我女人，残害士卒。今日我杀了，就算闹到百夫长面前，我也不怕。他是师长，你只是武长。明日我就去鬼仇剑送死。一个将死之人，还怕你这总旗？想要什么？10袋粮食。哼，你拿我当粮仓了？还有他的左手。没了手，我还怎么在军营混？表哥，救我啊！周琦，粮食我给你，手不能打。他用哪只手碰我娘子，我就要哪只手。我要不死不休。我说了，我明日就去鬼仇界，不死不休又如何？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给嫂子磕头，我给嫂子当牛做马。饶你容易，难解我心头气。住手！我的手！我的手！我的手啊！周琦，你好狠！这是你应得的。周琦，够狠！表哥，砍了他的双手双脚，给我报仇！给我报仇啊！老子今天算是上了贼船了。来就来，大不了一起死。怎么，想杀人报仇？那就动手。我倒要看看今晚死了这么多人，你这总旗还能不能坐稳？大嘴抢人在先，百夫长那里不好交代，没必要跟一个死人动怒。表哥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呀！废物，自己惹出来的祸，还想连累老子，带他下去疗伤。周琦，你等着，老子不会放过你。周琦，这次本官认差，从今往后，破军营再无你立足之地。我本来也没打算留在这里。我们走着瞧。吓死老子了！刚才我还以为都得交代在这儿，我刚才差点就跪了。一人逼退总持，我赵虎服你。周琦，咱们惹了陈满，以后怕是难过了。周郎，谢谢你又救了我。你是我的女人，没人能欺负你。到了鬼仇界，给我1个月，总级也要跪在我面前。这鬼地方，风能冻死个人！都快点封口！他是谁？带着枷锁都压不住。孟郊，他说原本是京城禁军，顶撞上官，被发配边境，过2天就送上战场当炮灰。这种猛然当炮灰太可惜了，收进麾下，绝对是一把好刀。死到临头还敢伤人，老子砍死你这条疯狗！这疯子力气这么大，
大哥竟然一脚就压住了！放开我！这人我要了，他咬伤我兄弟，今天必须死！杀了他，你还要处理尸体，不如卖给我。这疯狗要是半路咬死你，可别怪我没提醒。不用你管。算你这疯狗走运，赶紧带走，别让老子再看见他！吃了，跟我走，我让你像一个人一样活着。想活命就跟上来。大宁人又送来一批炮灰，正好拿他们的人头充军功。他们队伍里还有女人，今晚可以开荤了！入夜动手，一个不留。这鬼地方真能活人！天狼人一出，这地方根本守不住啊！老大，咱们这不是来守丰岁，是来给天狼人送肉的。都听好了，外面有马匪，有天狼人，逃跑只会死得更快。留在这里，听我安排，你们会活得比谁都滋润。干吧，总比半路被野狗啃了强。娘子，你带女人把屋子补好，漏风的地方全部堵上。是，官人。吴老三朱寿，清点粮食、兵器、箭矢，能用的全部集中到墙后。明白。赵虎、孟郊，找废木碎石，把前面路口堵住，别让骑兵直接冲进来。是，老大。这里随处可见的黑石，对别人是废物，对我就是隐身。周郎，洗脚吧。周郎，你在看什么？这是煤炭，可以烧火、炼钢卖钱，加上火油还能制作炸弹，真正的万金油宝贝。周郎真是博学多才，什么都知道。有了这些黑金，以后我们要兵有兵，要刀有刀。妾身相信周郎必定能成就大业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帮你把京城顾家的大宅子赎回来。周郎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妾身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报恩的方式很多。周郎，温柔一点。你住手！有人来了。你个人果然废物，进屋了都不知道。老大，这女人真美。男的杀了，女的带走，去死吧！死！你没睡！杀了他！应人士兵怎如此凶悍？娘子，都在屋里，不要出来。周郎，小心！不好，狼崽子也进五长屋了。屋里进了3个，已经死了。3个，全被你一个人杀了。孟郊呢？这2个还剩口气，不愧是禁军出身，这手是真黑。你们来了多少人？我们的支援马上就到，你们这些卑贱的宁人全都得死！50多名铁骑已经在路上了，你们等着被砍成肉泥吧！50多个骑兵，我们能打的才5个人，这怎么打？部长，逃吧，现在逃还来得及。谁敢再言逃跑，就如此目。我愿血战到底，可咱们只有5个人，对面50多个骑兵，拿什么挡？我早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收集这些黑石，再把所有陶罐、碎铁、破瓷片都找出来。这破石头能杀人？我说能就能，你们只管收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把路面全部泼水，夜里水结成冰，战马会自己摔成一团。对，先废他们的马，再用火雷罐炸乱他们的阵型。周郎，布和油都在这里。娘子，你们藏到屋后，发生什么也不要出来。一定要活着。我还要带你回京城，不会死在这儿。只要多制作几个土制炸弹，
来再多骑兵也不怕。百夫长，我们派出去的探子全死了。看来这批宁人有点东西。现在怎么办？全军出击，屠杀干净！乖乖，这么多人，咱们这几块料不够人家一轮冲锋。闭嘴，等他们进来。里面的大宁人听着，3息之内滚出来投降，否则杀无赦！祝寿，该你表演了。部长，我不敢啊！演好了，这块银子是你的，演砸了，你就被天狼人砍死。老子拼了！我不想死，快逃啊！白副长，前面有个逃兵，带人过去，把这只两脚羊抓回来。啊！不要杀我！宁人吓破了胆子，快追！哈哈哈哈！两脚羊，你逃不了！卑鄙的大宁人，老子要撕了你！看绳，有埋伏，快跑！死了，全死了！部长，这招也太狠了！别高兴太早，主力还没动。卑鄙！百夫长，兵面过不去，步行进攻，他们人少，冲进去砍光他们！部长，不好了，他们下马了，兵面挡不住。部长，你说的火雷罐真能挡住他们吗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准备点火。他们吓破了胆子，不敢出来了，杀进去，把他们扒皮抽筋，两脚羊滚出来受死。今天死的是你们，扔！几个破罐子也想挡住我们？继续扔，不要停！炸得好，炸死这群狼崽子！我炸死你们！老子跟你拼了！来得正好。秒了！部长把天狼人首领秒了，主将已死，放下兵器，饶你们不死！白部长死了，快逃啊！俺战神吴老三来也，贼人休走！煤油炸弹果然厉害，看来还需要制作更多。赢了！我们竟然打赢了天狼人一个骑兵队！我长威武！30多匹战马，精良铠甲，武器几10套，发财了！哈哈哈哈！周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天狼人解决了，你也好好休息一下。部长，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老大，写的什么？1个月后，云州粮草要经过鬼绸线附近转运，天狼人要借到鬼绸线，截断云州粮道。粮道要是断了，云州大军就完了。所以他们不是来杀几个边族，是来探路。此事必须上报，不然整个云州都要出事。我们也必须在1个月内把鬼绸剑变成真正的堡垒，壮大自身力量，不然依旧是炮灰。发财了！这些粮食够咱们吃很久。这天狼人的马都是1等1的好货，这批甲够咱们换新装备了。住手！东西都给我放下！你是谁？本官乃云州巡防营百户长马奎。百户？赵大嘴让我来收拾周琦，没想到这里竟有这么多战利品，真是撞上一座金山。不知马百混来我7号封塞，有何军令？让你们守封闭！你们竟敢私通天狼人！来人，把这些细作拿下，物资充公！放屁！这些天狼人是我们拿命杀的，谁敢反抗，就地射死！我们守疆杀敌，你们却来抢物资杀同胞，一群炮灰罢了。死了，上官也只会以为是天狼人杀的。你眼里还有没有军法？在这里，老子就是军法。你就是周启？是。交出顾夷陵，自刎归天，别让本官亲自动手。是赵大嘴让你来的，看来还不傻。
放心，你死后，你家的美人，本官会替你好好照顾。大哥，大人别急，小的从天狼人百夫领身上搜出一份藏宝图，价值万金，愿献给大人。想贿赂本官，换你一条狗命，大人看过便知。敢骗我，本官让你……你竟敢！我连天狼人百夫长都杀了，还差你？主将已死，我看谁还敢动！杀了他，替大人报仇！找死！还有谁敢上前？周群，你杀百户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何人？巡防营副百户包旭。马奎杀良冒功，侵吞军功，抢夺战利品，你们最好想清楚。在威胁我们？不，我是在给你们一条升官之路。马奎百户率军支援鬼仇狱，遭遇天狼精锐，力战殉国。你们全歼敌寇，为马大人报仇。你们拿走20颗天狼人首镜，足够升官发财。周兄弟说的对，马大人力战殉国，我等救援来迟，幸得周兄弟相助，才全歼敌寇。包大人是聪明人，那就提前恭喜包大人晋升百户。这份情，包某记下了。提醒你一句，马奎身份不一般，你以后小心。多谢提醒。吓死我了！吴长，咱们这是把巡防艇也绑上船了。咱们还有30多匹马，都能组骑兵队了。这破马棚最多塞5匹，剩下的一晚上就能冻死。那咋办？总不能放着死吧？用这些马将煤炭拉到云州城卖钱。赵虎，你带上天狼人首级，随我去卫所领赏，上报军情。是吴长。从今天开始，鬼仇剑就是我的地盘。赵大嘴，你已离死不远。老大，我们大老远拉这些破石头来，真的能卖出钱吗？当然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。走，随我进去。二位军爷需要买点什么？我们是来做生意的，叫你们东家出来。军爷，咱们聚宝阁可是正经商行，二位若是想化缘收份子钱，还是去别处吧，别在这儿闹事。小子，你眼睛瞎了？瞧不起谁呢？哼，我聚宝阁背后有人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撒野的。二位若没事，赶紧滚！什么事吵吵闹闹？东家，2个军汉拉来一车黑石头，说要跟咱们做生意。军爷要卖什么？煤炭。这种黑石头我见过，烟大呛人，还容易毒死人。军爷想拿这个骗银子，怕是找错地方了。东家说的对，这东西白送都没人要。我这不一样，不仅无烟少灰，而且燃烧温度极高，时间极长，在这寒冬时节，绝对是无价之宝。军爷就别吹嘘了，是不是骗钱，一试便知。借你家炭炉一用。火旺无黑烟，老朽走南闯北，前所未见。这下掌柜相信了吗？信了。军爷，你这东西每日能供给多少？每日1000斤。每日1000斤？怎么，嫌少？不少。军爷，这煤我聚宝阁全要了。军爷留步，这是何意？你方才说他白送都没人要，我只能去找城中其他商户了。方才是我眼拙，军爷莫怪，您只管开个价。你想要可以，但我要独家供货价，先付定银5000两，之后每日1000斤，1斤1两。1斤1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军爷别走，5000两定银，我给。一车黑石头，真变银子了。沈东家，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云州城的冬天归我周启定价。周老弟，这是煤炭的定银，你点点。沈老板，
银子我只拿2成，剩下的8成全部换成粮食、生铁、皮甲、箭矢，还有战马过冬的草料。周老弟，你买这么多军需物资，这可不是单纯发财的路子，你这莫不是在养？沈老板，商人只管做买卖，知道的太多，容易短命。是，周老弟教训的是，在下只做生意，绝不过问军务。来人，把这2个逃兵给我拿下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周启，你擅自离开7号封塞，按照军法处死斩首。卫所门前动刀，你们造反吗？指挥使大人，周启这次贪生怕死，擅离职守，跑回军营，按军法理应当斩。周启，你可是逃兵？回大人，卑职是带着军功和10万火急的军情前来汇报的。就凭你能有什么军功？30颗天狼旌旗的首级，请大人验看。7号封里就你们几个残兵败将，怎么可能杀得了30个天狼旌旗？大人，天狼旌旗何等凶悍，周启区区一个武长，必是杀良冒功，用普通百姓的人头来充数，请大人严查。谎报军功、杀良冒功都是死罪，你可想清楚了？真金不怕火弹。大人，请派亲卫验首级。禀大人，狼牙辫、自青脸，骨骼粗大，确属天狼旌旗无疑，绝无掺假。他就算有3头6臂，也杀不完啊！大人，那是必有蹊跷。指挥使大人，天狼人并非不可战胜，借鬼朝见天险，布置陷阱，这才全歼敌寇。你放屁！大人，他一定是在撒谎。我可以作证。禀秦大人，卑职率巡防营赶到7号封帅时，亲眼所见，周启率人死守鬼筹行，将天良人伏击击溃。周启听令，斩杀天狼旌旗30人，此乃大功。本官即刻升你为总旗，全权统领7号封岁防务，赏金刚甲胄10套，战刀10把，粮草100周。谢大人。赵大嘴因私怨污蔑功臣，险些误我军机，降为虎长。大人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赵武长，以后见了本总旗，记得下跪行礼。周琦，本官听说你这些黑石头在云州城可是卖出了天价。回大人，那只是用来取暖的黑石罢了，赚的银子已用来购买粮草。鬼筹剑是本官的军地，这地里刨出来的钱，自然也就是本官的钱。从今往后，煤炭的收益，本官要抽7成。刚给你升官，别不知好歹。大人，1个月内天狼人主力必将南下，鬼筹剑眼下急需银两修建防御工事，那是你的事儿。本官只认银子7成，1个铜板都不能少，最多2成，这是卑职的底线。放肆！本够能提拔你当总旗，就能一句话撸了你，还敢讨价还价？这钱必须留给鬼筹幽的弟兄们保命，卑职告退。给脸不要脸的兵痞，不识抬举！大人，这周启现在有钱了，尾巴早就翘到天上去，连您都不放在眼里。大人，周启狼子野心，只要大人给小人一道军令，小人愿替大人去接管鬼筹宴，将金山献给大人。就凭你个废物，能拿下周启？小人知道他的软肋，只要拿捏住他的女人，周启就要像条狗一样趴下。大人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，趁他根基未稳，先下手为强啊！封你为巡查特使，全权接管7号封岁，周启随你处置。这金山本官要了，小人定当干到涂地，定让周启付出代价。当过兵杀过人的，站到左边，进破战城领刀领甲。都给我站直了，腿在头打断你的狗腿！会打铁懂木匠的，去右边军械坊报道，负责修补盔甲，打造箭矢。太慢了，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扩充军队，时间不多了。部长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把一车煤炭给丢了。我被谁劫了？俺们往云州送煤，半路遇到个红衣女人装死，俺心软想帮她，谁知道她一脚就把俺踹晕了，把煤和马全抢走了。老大，我打听清楚了，那女人是黑云寨大当家，叫林红秀，手底下几百号人。周老，如果不拔掉这颗钉子，以后我们的煤车出一趟被抢一趟。上百号人，如果能收服，我的势力将会暴涨。
虎子老三孟郊，点齐50精锐，随我上山。我要让这黑云寨连人带山全改姓周。黑婆娘，抢了爷爷们的煤炭，赶紧滚下来受死！煤是我抢的，人是我打的，你又能如何？你这妖女恩将仇报，兵不厌诈，连个快饿死的女人都防不住，你这官兵当的也太窝囊了！贱女人，老子今天非扒了你的皮！有种下来单挑！走！真是废物，连我一招都接不住。官兵都是软脚虾。身手极好，有将帅之姿。怎么，你也想来试试姑奶奶的刀？你抢了我的煤，伤了我的兄弟，这笔账总得算算。你想怎么算？你我打一场，我若赢了，你连同这黑云寨全部归我。登徒子，找死！敢调戏我们大当家，剁了他！威武！把这小辣椒抢回去当压寨夫人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我若输了，再送你3万金。我不要你，我要你的命！哈哈哈哈哈！命给你，就看你这匹胭脂马有没有本事拿！狗官，去死！刀法不错，这腰也挺有力气，娶了你倒是享福了。哎呦，大家脸红了！无耻之徒！好厉害的刀法！你放开我！你个混蛋！刀都没了，人也在我怀里，小娘子还不认输？我不服，我还要再打！老大，抱紧点儿，别让嫂子跑了！天狼人大军即将南下，你们的山寨挡不住，想活命的就跟着我。我输了，但你想收复这几百号兄弟，光靠拳头不够。周总旗，你想收服我们可以，但在下想考考你的谋略。请先生出题。周总旗，请看，黑云寨粮草只够3日，若天狼5000铁骑将此山合围，外无援兵，内无退路，敢问周总旗，此局何解？打架才行，排兵布阵谈狗屁！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周总旗，你这是何意？这寨子不守也罢。寨子不守，那就是弃寨逃跑，孬种！放弃几百号兄弟的命，当个逃兵，就是你的计谋。几百号不足，无粮无马，在平原上被天狼骑兵追上，死路一条。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；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。死守一座孤山，3日必亡。我说的放弃，不是逃命，而是诱敌。诱敌？第一步，挑50名最精锐的骑兵，趁夜色直奔天狼人的后方大营。 50人去烧5000人的后营，送死嘛！这是山狼谷，剩下的人在这里埋伏，等天狼人急躁回援，再用陷阱将其全部歼灭。奇袭后营，诱敌回援，半路伏杀，这叫避实击虚，围魏救赵。我要在他们最乱最急的时候敲碎他们的脊梁。周总秀奇谋，在下输得心服口服，就连严叔都佩服，还是第一次。大当家还需要考验吗？不用了，我带着兄弟们在山里苟活3年，天狼人若来，这破寨子确实守不住。周琦，我可以带黑云寨跟你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我本是威远镖局的千金，3年前镖局被人一夜灭门，我父母亲人全部遇害。你若能替我查出真凶，替我报仇，我林红秀连同黑云寨，从此奉你为主。能一夜灭掉威远镖局的人，不会是普通仇家。怎么害怕了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老子连天狼金旗都当猪狗养杀，还会怕几个藏头露尾的狗东西？你的仇我接了。黑云寨林红修，拜见主公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别乱来。刚才谁说连人带寨都归我的？拜见大嫂！老大，不好了！赵大嘴带着一队重装骑兵绑了嫂子，强行接管鬼仇山。那条疯狗竟还敢过来！兄弟们，回家杀人！
都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7号封赛，老子说了算！无耻之徒，周启才是指挥使清风的总旗，你凭什么来抢夺房屋？就凭老子手里有指挥使的军令，老子现在是巡查特使。小美人，你也终于是我的了！我死也不会便宜你！个贱人，赵大嘴，你个王八羔子！等我们武长回来，会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！老子今天就在这儿等他，看他敢不敢动老子一根汗毛！放人！周启，见军令如见指挥使，还不给老子跪下听令？跪你奶奶个腿！你再往前一步试试！赵大嘴，你想干什么？指挥使大人有令，念你周启杀敌有功，特调回云州卫所当个看门亲卫。这7号封丧由老子全权驻守。那老畜生是看上后山的煤矿了？是又怎么样？还不跪下？不然老子让你女人人头落地！不要，周郎，你别管我，别给他跪！不跪！老子先划烂这小娘们的衣服，让大伙都欣赏欣赏！说完了，那也该死了。周启，你真够狂妄！你的人都被抓了，女人在我手里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如何杀我！放箭！什么人？你敢袭击官兵？兄弟！他们人谁哇？人生去，心残厮杀，一生难。多谢女侠相救，真是一个绝色美人，怪不得她愿意拿命护着你。你去背我！水山被你打败了！放开我！我是巡查特使，我是秦山的人。刚才你让谁跪下？周启，我可是指挥使大人亲自派来的。抢夺军产，残害同袍，按大宁军法，你该凌迟而死。我背后是指挥使秦山，你一个小小总持敢杀我？你觉得我不敢？有种你今天就动我一根汗毛，我保证明天秦山的大军就会踏平你的鬼仇剑，让你死无全尸。怕了就赶紧给老子跪下磕头，把煤矿和那个女人交出来。如果你怕那个什么指挥使，我替你杀。我黑云寨的人不怕惹事儿。你想干什么？周启，你疯了！这鬼仇剑是我拿命一刀一枪砍出来的，谁敢来抢，我就杀谁。不，你杀我，就是与指挥使为敌，与大宁为敌。如果宁朝都是你们这种垃圾，那我便亲手推翻，就从斩你这颗狗头开始。不，周启，我错了，饶我一。不放下刀子，死！周启，这是残杀同袍，公然造反！这种垃圾也配当我的同袍？带着一堆乌合之众的山匪，就以为能敌得过大宁精兵？给我杀！放箭！狗官，狗官！逆贼！指挥使大人，必将带兵踏平你的山头！大人，所有敌人以尽数歼灭，救治受伤的兄弟。是。周郎，你杀了巡防营的人，秦山肯定会借题发挥，将你打成反贼，到时候我们就成了整个大宁的敌人。反贼？赵虎，到，老大，你找我有事。把这些巡防营的尸体，连同赵大嘴的尸身，全部扒了宁军的衣甲，换上天狼人的衣服，扔到天狼人的地盘去。你这是要嫁祸给天狼人？没错。可这等拙劣的家伙，他未必会信，更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有土制炸弹，即便他亲自前来，也别想攻破。老三，你派人把赵大嘴首级交给秦山，就告诉他，赵大嘴带兵巡视，不幸遭遇天狼精锐伏击，全军覆没。
我周启拼死血战才抢回赵大嘴的首级，还请指挥使大人帮我邀功请赏。赵大嘴带着50旌旗过去，今日应该已经把鬼仇剑拿下了。大人，周琦此人能在鬼巢剑站稳脚跟，恐怕不只是运气。一个边军小卒而已，不足为虑。等赵大嘴拿下煤矿，本官就拿煤银孝敬京城魏公公。到时候云州上下，谁还敢不听本官的？大人，陈总区回来了。大人，出事儿了，赵大嘴死了，50旌旗全没了。你说什么？大人，周启还派人专门送信羞辱您。巡防营途经鬼仇剑，突遭天狼人伏击，全军覆没。卑职周启拼死夺回赵大嘴首级，请大人上报军功，升卑职为百夫长。他杀了本官的人，还敢让本官给他请功？大人，他这是把杀人的罪名全推给了天狼人，死无对证。此子狼子野心，绝不可留。好一个周琦，他只是把刀架到本官脖子上了。点兵！本官亲自踏平鬼仇训，把周琦剁成肉泥。大人不可！你敢拦我？鬼仇县是周琦的地盘，有山匪，有煤矿，有流民。他若早有准备，强攻必定损兵折将。难道就这么放过他？当然不是，大人不如顺水推舟，上报军功，封他百夫长，再设宴庆功。等他进城领赏，就当众扣他一个勾结山匪、私藏军械、冒领军功的罪名。鸿门宴，这计谋不错。传令，3日后，本官亲自为周启庆功，封他百夫长。大人，那周启呢？本官要让他穿着百夫长的官服，在最得意之时，一刀剁了他。大人，想要好钢，铁要反复烧、反复锤，耗时耗力，成本极高。就算几10个老将一起干，1月也打不出多少好钢。那还造个屁！秦山设下鸿门宴，咱们总不能拿烧火棍进城吧？周启，你不会真以为随便烧几炉铁就能烧出神兵利器吧？这个时代只知道千锤百炼，却不知道用煤火和铁水控制成钢。我的方法炼钢不需要百炼，照我说的做。铁水入炉，控火去渣，再加上碳粉入料。大人，这不是胡来吗？哪有这样炼铁的？我说能成就能成。小人遵命。周郎，我们都不懂炼钢，还是别外行指点内行，交给专业的工匠吧。那你们就看好了。大人，这钢不对，太硬了。你试一下。一刀碎甲，还断刀，这他娘的是神器吧？小人打了一辈子铁，从没见过这样的神钢。周启，我想要这把剑。不行，这剑还有别的用。可我真的很喜欢，你把剑给我，我就让你随便擒。林小姐，自重。顾小姐，这是吃醋了？林妹妹想要剑，可以凭功劳换，拿这种话换不合适。顾小姐，你家官人招惹我的时候，可没说什么合不合适。完了完了，老大这次比打天狼人还危险。女人争男人比骑兵冲阵麻烦。好了，先说钢铁的事。周启，我绝不可能跟别的女人共侍一夫，我俩你只能选一个，你选她，我就走。周郎，我现在帮不了你，林姑娘手下有上百兄弟，我走便是。你是我的女人，谁准你擅自决定离开的？周郎，我只是怕拖累你。哼，以后再敢说这种傻话，家法伺候。周郎，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这都可以？你想干嘛？本姑娘可不怕你的家法。周启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，徒子！挑拨离间，扰乱军心，必须家法伺候一整天。杀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再也不乱说了。你还是快想想怎么对付秦山吧，别害死我们。林妹妹说的对，秦山命你3日后进城领赏，必定是借机杀你，不去是抗命，去了是杀局。秦山想杀我，
还不够资格。老大，多造点这种神兵利器，咱们还怕什么秦山？直接砍翻！这些钢，我不打算断刀，也不造假。大人，那这些钢用来做什么？铸炮。火炮，那是什么玩意儿？老大，火炮这东西能比钢刀还厉害。刀甲只能让一个人变强，但火炮可以将一群骑兵炸成碎肉。这是把火药封进铁膛，用铁弹轰出去。没错，一炮下去，盾震碎，骑兵翻，人马剧烈，谁都扛不住火炮的攻击。若真有此物，天狼人引以为傲的骑兵就是炮灰。半个月内，我要20门火炮，能不能做到？大人，20门太多了，钱、人、物资，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。20门火炮必须造出来。小人鲁成愿立军令状，半个月内若造不出20门火炮，提头来见。周老弟，你这是要把鬼仇剑变成工地了？沈老哥，好久不见，今日怎么有空来这里了？听闻秦山要对你不利，老哥哥我不放心，特来看看你。秦山要杀我，我接着就是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这鬼仇剑一寸不让。鱼死网破是下策，守得住一时，也挡不住源源不断的剿匪大军。可若有比秦山更大的人物愿意见你呢？是谁？不瞒老弟，我藏宝阁背后的靠山乃是当今大宁云王。王爷要见我？今晚云王府，老弟敢不敢去？听闻云王为人正直，守卫边疆10多年，若能得他庇护，秦山绝不敢动我，甚至能反杀秦山。多谢老哥引荐，今晚准时赴约。好。美色当前，心如止水，不动如山。此子心性不错。爹，你也太高看他了，他一个大头兵哪见过这阵仗，怕是看入迷了。如果你这样想，那可是太小瞧这头孤狼了。爹，这种大头兵在云州大营里一抓一大把，值得您堂堂亲王如此费心试探吗？值不值得，等本王亲自考教他一番，便知分晓。卑职云州卫总旗周启参见云王殿下。免礼，坐下吧。本王听说你以区区5人之力就守住了天险鬼仇剑，还全歼了一支30人的天狼旌旗，此事可真？卑职只是略懂些兵法。略懂兵法，好，那本王今日就要好好考考你。殿下请出题。我大宁国库空虚，军队积弱已久，面对天狼人的连年侵扰，朝廷上下除了退守2字再无良心。你可有何看法？抵御天狼的国策可是困扰了大宁历代君王和满朝文武100年的死局，连兵部尚书都束手无策，他一个大头兵能有什么看法？回云王，卑职已经想出对策。这才过去几息时间，你就想清楚了？回殿下，关于天狼之患，卑职心中早有定论，无需多想。放肆！你若敢随便糊弄本王，本王现在就让人将你绑了，送去秦山的大营。果然是个大言不惭的草包，这下触怒了父王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卑职心中确实有答案。说吧。说完便滚出王府，自寻生路。回云王，我大宁若一味防守，守得了一时，守不了一世，所以卑职这里没有防守之策，卑职有的只有灭国之策。你说什么？灭国？对，彻底断绝天狼人的根基，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。大言不惭！你这人不仅会吹牛，还满嘴疯话。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本郡主拔了你的舌头！你要怎么个灭法？天狼之患在于全民皆兵，若只杀敌不断根，10年后还有新敌。我的第一策名为羊吃人。你别神神叨叨的扯远了，快说具体的办法。第一策，羊吃人，
大宁由朝廷出面，以高于市场3倍甚至5倍的绝对天价，向天狼人无限量收购羊毛。荒唐！这叫什么灭国之策？这不就是拿大宁的国库去给敌国送钱吗？郡主，北荒蛮族贪婪成性，若他们发现养羊剪毛的暴利远超辛辛苦苦驯养战马，他们会怎么做？他们会为了卖羊毛赚大钱，把所有用来养战马的草场全都换成养绵羊。郡主果然冰雪聪明。不仅如此，羊吃草是连根拔起，最多3年，草原必化作黄沙，天狼将再无一匹战马的口粮。好一条釜底抽薪、千古奇谋！即便没了战马，天狼人依旧彪悍，这还不足以灭国。所以需要配合第2策，文化倾销。何为文化倾销？既是开辟边贸，向他们倾销丝绸、美酒、器玩、春宫图等享乐之物。你下流！凭什么拿我们大宁的好东西去给那帮野蛮人过神仙日子？你是天狼人派来的细作吧？郡主，你细想一下，当一个常年饮毛止血的民族，习惯了骄奢淫逸，意志被彻底腐蚀，再也受不了风沙之苦时，狼就变成了狗。至于第3策，分化草原，重金收买被打压的小部落，挑起内斗，再派轻骑断其盐铁粮道，让他们有兵无马，有勇无粮。王爷、郡主，这灭国3策可还满意？哈哈哈哈哈！羊吃人，腐化人心，分化草原，你这3策胜过朝堂满朝文武10倍。卑职只是纸上谈兵，唯有王爷这般雄才，方能实施。如今朝廷被奸臣把控，本王也是有心无力啊。拿着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本王的人，有我在，秦山动不了你分毫。多谢王爷厚爱。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有什么好得意？青鸾，不许对周先生无礼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还不收收性子，考虑终身大事？爹，这云州城的男人都是草包，我非文武双全的英雄不嫁。文武双全，眼前不就有一个？我？你疯了！我就是个大头兵，哪里配得上我？周琦智勇双全，哪里配不上你这刁蛮丫头？王爷折煞微臣了，门不当户不对，确实不合适。算你有自知之明。本王招婿不问出身，周琦，只要你点头，青鸾便是你的正妻。爹，你来真的？周琦，你不愿做本王的乘龙快婿？回王爷，卑职家中已有糟糠之妻，此事恕难从命。你一个芝麻官，竟敢直接本郡主！什么妻子，连个婚书都没，休了他，你便是云王府的驸马。若我今日为了荣华富贵抛弃发妻，明日便会为了更大的权力背叛王爷，这样的人，王爷敢用吗？不识好歹！你信不信本王现在就把你绑了，送给秦山？若王爷是那种心胸狭隘之人，根本写不出考我的题目。王爷心中装的是天下，不是一个秦山。好小子，有胆色，有底线，本王果然没看错人。吓我一跳！可恶，又让这个混蛋拖进了风头。王爷若无其他吩咐，卑职就先告退了。等等，明晚秦山设宴，你要去。王爷，这是为何？密探来报，秦山近期与天良人过从甚密，你此去军营，暗中查探他通敌的罪证。卑职领命。大人，秦山的宴会绝对是杀局，万万去不得。周郎，我们大不了离开这里。走什么？管他什么指挥使！周琦，只要你点头，今晚我就带兄弟们偷偷摸进城，杀了他。你打我干嘛？刺杀朝廷命官，你是想让我真的被大军讨伐吗？此行是云王密令，让我调查秦山。孟角、洪秀今晚随我同去。是。你这是公报私仇！你明知道那是送死，干嘛非要拉上我？宴会上我吸引注意力，你轻功好，趁机潜入秦山书房，搜寻通敌密信。什么？他一直无法晋升，为了求财往上爬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只要拿到铁证，就能将他连根拔起。好，这事交给我。周琦，你们在这儿密谋造反吗？这不是陈总旗吗？几日不见，面容如此憔悴。周琦，
指挥使大人命你去军营领赏，该上路了。带路吧，让我见识见识秦大人的手刺。今晚哥就给我报仇！周总桥，请吧，秦大人在里恭候多时了。月黑风高，杀人夜。总旗周启参见指挥使大人。原来是周总旗来了，单刀赴会，胆量倒是不小。卑职立下大功，自然是来讨赏的。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！周启，你残害同崩赵大嫂，该当何罪？谁敢伤我家大人？好一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换做旁人早吓尿了裤子。你周启倒是有将军之姿。大人摆这么大阵势，莫非这赏赐是封我做将军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巡防营的骑兵是不是你杀的？这倒不是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我很少亲自杀人，不过那个叫赵大嘴的废物，确实是我拧断了脖子。周启，你真当我不敢杀你？今日你若不跪下认罪，本官亲手剁了你！陈总旗，手抖成这样，也想替赵大嘴报仇？周启，本官今日定你3罪。第一罪，鬼朝见眉山乃云州军地，你私开矿，私卖黑石，私藏军产，该当斩首。这黑石换来的银子，修了鬼仇宴的墙，也让边军兄弟有了一口热饭吃。秦大人要70%收益，买武鸡，孝敬京城阉狗，我当然不会给。闭嘴！第二罪，黑云寨本是山匪，你却收容林红秀，纵匪入军，勾结山贼，意图谋反。他们以前是山匪，可现在守的是大宁边关，杀的是天灵人，可比某些人更忠诚。第3罪，残杀巡查特使赵大宰，他是朝廷命官，是我表弟。赵大嘴欺压士兵，抢夺财产，恶贯满盈，也配叫朝廷命官？他不是死在我手里，是死在自己的贪心里。你替他撑腰，也不干净。你闭嘴！我收的人杀敌护民，我杀的人更该死。够了！周启蛊惑军心，勾结山匪，残杀同袍，罪无可恕。到府守何在？你敢动我家大人？秦山，你确定要杀我？杀！将周启和孟郊就地斩杀！秦山，你确定要杀我？云王令在此，谁敢动我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周启一个边军小卒，怎么可能有云王令？大人，是真的。周启，你什么时候攀上了云王？大人不必管我什么时候攀上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今日若死在这里，明日云王的奏折就会送进京城。大人，不能放他走！他杀了赵大嘴，还杀了巡防营的人！闭嘴！周启，别以为有云王令，本官就奈何不了你。那就等大人想好怎么对付我，想好了再来鬼仇涧找我。秦山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有些账迟早会清。
刚才是不是有声音？大人还在大帐审人，谁敢来这里找死？这是林山跟天狼人的交易记录。什么人？云王令，好一个周琦，竟然还藏着这一手！大人，不好了！刚才有黑衣人闯入您的寝室。大人，周启来的时候，身边还跟着那个红衣女匪。刚才她不见了，一定是她进了您的寝室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利息没了，大人，那封信若落到云王手中，通敌之罪就坐实了。废物！一群废物！他们，你不是想杀周启吗？本官给你100旌旗，立刻追！人杀了，把信抢回来！属下领命，今晚必取周启人头回来。记住，不能留下活口，尸体丢进狼牙河，就说他们半路遇上天狼人，全军覆没。大人，保证干干净净，不留隐患。找到东西了没有？本姑娘出手，什么时候空手回来过？千山果然通天狼人，怎么样，本姑娘厉害吧？你立功了，回去就给你升官。大宁就是被这种畜生害成这样。东西丢了，青山很快就会发现，肯定会追杀我们。周琦，你逃不了！今晚本官要你偿命！大人，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不用，我等的就是他追来。我们走。追！杀了周琦，赏银1000两。周琦，你以为有云王的庇护，你就能逃走？今晚你死定了！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放箭，射死他们！不好！胡兄，别提，余生最后一次，快走，不要管我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周琦，你不是很能算吗？现在你还能算出什么？是你救了雷宁，他们杀我，我不会让他活着离开。我有100旌旗，你只有3个人。周琦，今晚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在我眼中，不过是100具尸体罢了。这小子太狡猾了，以防有变，直接杀了他！周琦，还我弟弟命来！剑，哪里来的剑？休要伤害我家大人，保护老大！不好，有埋伏！先杀周琦！狗贼！周琦，这是我们的援军来了，安心，马上替你报仇。敢追杀我老大，都给我死！
快护我城！周琦，我认栽，我愿意投靠你，我给你当狗，你饶我一命。赵大嘴抢我女人，你替他撑腰；秦山夺我鬼仇剑，你替他带兵。今晚你追杀我，还伤了林红袖，你觉得自己还能活？周爷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愿意当你的狗，求你饶我一命。我屡次忍让，你们屡次迫害，你我之间的恩怨便在今晚清算。大人，敌军已全部拿下，只剩一个活口。周总长饶命，我只是听令办事。回去告诉秦山，他通敌叛国，伤我兄弟，他的人头我要了。赵虎，你带上这封密信，连夜送给云王殿下，告诉他秦山已经通敌，尽快出手。是，属下今夜就送上。怎么这么久了，陈满还没回来？大人，周启心思缜密，陈满怕是已经凶多吉少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不相信100骑兵杀不死他们3个人。大人，陈满战死，100名精骑兄弟全部战死。什么？全死了？周琦早就在路上有埋伏，我们全部中计了。他还让我带话，说他要您的人头。周琦，你当真要将我逼到绝路？大人，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尽早动手吧。既然如此，立刻通知金狼王世子，计划有变，立刻出兵。属下这就派人。周琦，你够狠！等我拿下云州，要将你扒皮拆骨！秦山这个叛徒，竟然真的背叛了大宁！本王立刻上奏皇上，派兵镇压这个畜生！殿下，我建议直接派府军镇杀秦山，否则迟则生变。秦山麾下几千兵马仍在城外大营，云州守军7成都听他调调。本王若此刻拿他，云州城先乱，天狼人再杀来，百姓必死无疑。殿下，秦山不早点杀，绝对是大患。殿下，天狼人绕过狼牙河，正向云州城外杀来。城外10几万百姓还没撤进城。秦山呢？让他立刻率军阻敌。秦指挥使已经带兵出城，但天狼人速度太快。周琦，你要去哪儿？救人。你只有几百人，几百人也是人，也一定能做些什么。就你这个废物，带着几百个土匪就赶过来，不自量力找死！你们这些土匪，待会儿见了天狼人，别吓得屁滚尿流！周琦，待坏了见了天狼人，别害怕逃走，我这刀可专斩杀逃兵。放屁！你才是叛徒！我们的人虽然出身草莽，但都忠心勇猛。倒是某人私通敌军，罪不可赦。一群软蛋，还敢嘲讽我们！秦大人，你不是想要证明自己没通敌，现在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本官不用你说，千户，带几10名骑兵冲过去，将敌人前方那支骑兵队杀死！跟我冲！大宁人不自量力，灭了他们！敌人太多了，真冲过来，我们没有城池保护，根本挡不住，死也要挡！后方是10几万正在逃离的百姓，我们走了，他们就要死！老子才不会牺牲手下去保护这群贱民而死！撤退！官兵撤退了，天狼人要来了，快逃啊！
都给老子滚一边！谁敢挡路，就地格杀！闺女，你怎么样？我好像不行了，你快逃，别让天狼人追上来！你们这群狗官，不杀天狼人，残害百姓，不得好死啊！官兵都逃了，说明前线战败，天狼人杀过了。我们老实种地了一辈子，这世道为什么不让我们活下去？快看，还有官兵没有逃跑，他们在抵挡天狼人。臭死！老大，青山跑了，我们几百人根本挡不住的，赶紧走吧！我们的身后就是云州城，如果我们也逃了，那身后这几万百姓谁来守护？我们已经逃得够久了，难道还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子民成为天狼人的刀下亡魂吗？我等不愿，宁可战死也绝不逃跑！跟天狼人血战到底！那就让所有人看看，我们不是土匪，我们是百姓的守护者！全军南逃，我等独向北，杀！秦山，你身为云州卫指挥使，竟然临阵脱逃，丢下数万百姓不管，你该当何罪？哼！掩护百姓撤退的任务已完成，难道非要让我等几千精锐为了那群贱民而死？你这无耻狗贼！父王，周启没有回来。郡主不用找，那傻子带着他那几百个土匪手下死守入口，这会儿估计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天狼人的大军冲锋了！几百个步兵也敢挡路，给我一波冲垮他们，割下他们的首级当夜壶！50步，30步，20步，放！用的是什么妖法，竟然挡住了天狼骑兵？天狼人倒下了！好，干得好！周启，一定要顶住！这是什么武器？全都给我上！从两侧包抄，杀光他们！全军听令，向后方的葫芦谷撤退！快！这才多久，黑云寨的兄弟就训练得如此精锐？杀了我这么多人还想逃？给我追进山谷，一个不留！逃啊！妈，没力气逃了。我当然是在此地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还想耍花招？给我死！火炮准备，点火，开炮！火炮的伤害比老大说的还猛，将士们，为我杀敌！我的骑兵全没了，卑鄙小人，有胆与本王正面一战！他是天狼人主将，实力强大，你不能冒险，让我去砍了他。不用，你的决斗，我答应了。小子，你算个男人！3招之内取你首级，为我战死的将士报仇！周琦，这是他的激将法，他天生神力，你没必要跟他单挑。是啊，大人，不可大意。一个天狼将领而已，我连刀都不需要。
枉我，这就把你劈成两半！你这是什么妖法？此乃枪法，狼王，时代变了。天狼王世子死了！很讨厌。这个男人或许真的能拯救大人。打扫战场，取下金狼王世子的首级，全军回城，清算秦山。秦山，本王命你救民，你为何临阵撤军？殿下，天狼人势大，卑职若死守，云州主力必全军覆没。卑职撤军是为了保存兵力守城。放屁！就是怕死！军机大事，轮得到你一个小兵插嘴？殿下，秦山临阵脱逃，百姓亲眼所见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与天卢人密信往来，证据确凿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秦山，你还敢狡辩？殿下，此信是伪造，周启勾结山匪，意图陷害卑职。去年12月30日，你偷卖给天良人500套铠甲，上千把武器，导致上千士兵没有武器，战死沙场。而你却拿着钱在京城购买豪宅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秦山，你为一私之欲害得无数将士战死沙场，你还有脸狡辩？不可能！你是怎么找到的？我没有，你是污蔑！死不认罪！来人，将这叛国之贼打入死牢，严加审问。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我乃是9000岁魏公公的人，你们动了我，就是跟魏公公作对，大胆狂徒！王今日就算魏忠贤亲自前来，也救不了你这狗命。哦，大家倒要看看是谁在说这话。魏忠贤，他怎么来云州了？魏公公，你可算来了！他们要杀下官啊！秦指挥使起来吧，有咱家在，没人能动你。秦山通敌，证据确凿，岂能说放就放？殿下，这是圣上的意思，难道殿下要抗旨？周启，我没想到吧？本官说过，魏公公来了，你们都得跪。你就是周启？卑职周启。听说你靠鬼筹剑黑石赚了不少银子，还养了不少私兵。鬼筹剑防备天狼人耗资巨大，银子全部用于军务。军务？好大的口气！一个总持，谁给你的胆子私募兵马？来人，将他抓走！魏公公，卑职早说过，此子狼子野心，必须严惩。周启刚刚击退天狼人，救下城外数万百姓，是云州功臣，你凭什么抓他？就凭这是皇上的旨意。云王殿下，你这般阻拦咱家办差，难道是想抗旨造反吗？魏公公，圣上为何让你来这里？皇上要建立观星楼，预测国运，祈福国泰民安，耗资巨大。咱家这次来是收取银子的，你们云州也不例外。周连年战乱，你再强行将这些钱财搜刮走，不用等天狼人再打过来，这云州几十万百姓都会被活活饿死。这群贱民的命，咱家管不着。但若是云州交不上修楼的银子，咱家可是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鬼筹宴煤矿即日起收归朝廷，周启交出兵权，3日内清点所有银钱军械，咱家要亲自查验。连云王都要服软，让我忍耐。有魏忠贤这样的奸臣在，大逆没有希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彻底放手一搏。卑职大逆。好小子，懂规矩，以后跟着咱家混吧。秦山，下官在，你就随着这位小兄弟去鬼筹县，好好清点一下钱财。下官定将鬼筹宴每一寸吐
都搜刮得干干净净。公公放心，我会好好配合。老大，这些钱都是兄弟们拿命在雪地里刨出来的，真就这么让他们全搬走？让他们搬。周总旗，还是你识时务。不过这鬼筹剑现在是魏公公的产业，限你3天，带着你的土匪滚出鬼筹剑。不用等到明日，今午我们就走。还真是条听话的狗。本官这就向魏公公复命。我们走。周启，你面对2000铁骑都不怕，现在面对一个死太监和秦山那个狗崽，你竟然怕了？周郎，父亲当年查到边军军械被私卖，粮草账册也不对，他要上奏皇帝，所以魏忠绅先下手，诬陷顾家谋反，落得满门抄斩。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顾一兰，他都窝囊成这样了，你还要支持他？我相信官人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他这么做肯定有道理。今晚，我就替你父亲，替着大宁千千万万死去的将士百姓，讨回公道。大人，这是要动手？你忍了这么久，准备反了？周大人示弱这么久，就是为了降低魏忠贤等人的戒备心，能容忍此等耻辱，必成大事。老大，我赵虎烂命一条，宁愿反抗被狗官凌迟处死，也不愿憋屈苟活。老大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兄弟们愿随你一起赴死。我还请大人发话。不是我要，是他们不给我们活路，他们抢粮，百姓会饿死；他们夺矿，边军会冻死；他们留着秦山，天狼人还会再来。今晚杀进云州，斩秦山，诛魏忠夏，愿意跟我干的，向前一步，愿随大人死战。甲不离身，刀不入鞘。今晚进城，替这天下讨回公道。你是周大人身边的女将领，你们想干什么？魏忠先抢粮夺钱，无视着云州百姓死活。你若还有良心，便放开城门，否则我就先送你上路。我一家老小都在云州，这些年的战乱，大家活着都难。魏忠贤还要卷走钱粮，云州百姓早已恨之入骨，不必姑娘动手。开城门！望你们成功。多谢。按计划封井口。一个不留。有血不杀，反抗者死。有者不杀。魏公公，今日从鬼筹剑抄出的银子，少说也有数万两。那周启再能打，还不是被您一句话压得头都不敢抬？边军小卒，给他10个胆子，也不敢忤逆杂家。公公英明，只是云州百姓若没了粮，怕是会闹。一群贱民，饿死几个又如何？银子进了京城，圣上高兴，谁还记得他们？大人说的是，
不过周琦此人极为狡诈，公公一定要尽快处死他。一个小军头而已，看见了本官就变成了一条乖狗，狗是不敢咬主。魏公公说的对，他就是一条狗。属下想起来了，他娘子还是内阁首辅之女顾宜兰。哦，那小丫头还没死，他爹当初还想举报杂家，死得不解气，命人将这女子带过来，杂家也要好好享受一下。是，小的这就派人去抓人。周琦，这次我让你跪下来求我。外面怎么回事？将军，不好了！城门被破，禁卫军营房起火了！什么？谁人敢攻击禁卫军？我干！周琦，你疯了！你竟敢夜闯魏公公宴席！禁卫军，给大公杀了他！老太监，别叫了，你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。周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杀禁卫军，这是公然造反！魏公公是圣上亲信，你敢动他，就是谋反！你们一句话，就要搜刮全城财富，害死云州数十万百姓，把人命当成草芥蝼蚁。有你们这种祸国殃民的蛆虫在上，我周启若让你们活着，还真是愧对自己的良心。造反的是你们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。老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好大的力气！是你被财色腐朽意志腐化了身体。老东西，你的刀钝了，人也废了。周琦，我错了，我把所有钱都给你，求你饶我一命。赵大嘴求饶时我没饶，陈满求饶时我也没饶，你凭什么例外？我是朝廷命官，你是通敌狗贼！你这贼子，竟真敢造反！杂家可是皇帝特使，你敢！下一个就是你。誉王，你就看着他胡来！咱家是圣上亲信，谁敢审我？本王只是一个闲散王爷，恕本王无能为力。周琦，现在放了咱家，一切还来得及，否则皇上必将诛你九族。魏忠宪，你还记得顾怀远吗？顾怀远，杂官不认识。我父亲顾怀远乃是内阁首辅，曾查出你私卖边军军械，克扣北境粮草，勾结秦山倒卖军资。你怕事情败露，诬陷顾家谋反，害我顾家满门抄斩，女眷发配边军。我也是冤枉的。我可作证，秦山多年借魏公公名义收受银钱，黑市军械也由魏公公的人接手。我也作证，秦山通敌，魏公公早就知道，鬼巢与煤矿也是魏公公要夺的，冤枉而死的。这些人祸国殃民，凌迟处死，这也太可恶了！放肆，全是污蔑！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，都该诛九族！我顾家137口人，今晚终于能闭眼了。周琦，你敢动我，皇上不会放过你！我已经杀了秦山，还差你一个。不要！我是9000岁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怎么能死在你这个泥腿子手中？刀下留人！圣旨在此，所有人下跪领旨。圣旨在此，周琦，你这等贱民，见到了圣旨还不赶紧跪下！
现在知道怕了，跪下，咱家还能留你全尸。这昏君的旨意，我周启不认。今日我便反了这腐朽的天！你敢看圣旨？你反了！是我反了。啊，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。这圣旨救不了被秦山害死的边军，救不了被天龙人屠杀的百姓，也救不了顾家满门冤魂。这样的圣旨，我不接。周将军说的对，他们不管我们死活，我们还认他们做什么？请周将军为我们做主！别杀我，我有钱，我可以给你官，你入京当大将军。父亲，女儿替您报仇。周琦，你杀秦山，本王可以替你遮掩；可你杀魏忠宪、撕圣旨，这件事遮不住了。我知道，朝廷大军很快会来，京城也会给你定谋反之罪。从我拔刀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打算再跪回去。那你接下来想怎么做？整军屯粮，守住云州和鬼朝见。朝廷若来，我们打朝廷；天狼人若来，我们打天狼人。受了这么多鸟气，早该这么干了。大人一句话，破军营愿为先锋。我们黑云寨的人也会跟你走到底。周将军，我是商人，本不该掺和，但魏忠宪一死，云州商路也没退路了。我愿出粮出钱，只求将军护住云州百姓。鬼筹涧还有煤矿，云州还有粮仓，只要军心民心不乱，我们能撑住。周琦，本王老了，顾虑太多。今日若不是你，云州百姓已被魏忠宪和秦山卖尽，本王不拦你。从今以后，云州兵马由你节制。本王只求你一件事，别让云州百姓再被人当牲口一样践踏。殿下放心，我周启活着一日，云州就不会任人宰割。我要让这千千万万的云州百姓能像人一样活着。秦山已死，魏忠宪已死，过去被他们逼着欺压百姓的，本将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愿意继续守边杀敌，留下；不愿意跟我走的放下兵器，现在离开。过去边军吃不饱，百姓活不下去，天狼人来了，贪官先逃，死的永远是你们。今日我周启不再忍，也不再跪，不跪，不再跪。自今日起，云州立大夏军，守卫北境山河。凡克扣军粮者斩，欺压百姓者斩，通敌叛国者斩。朝廷若问罪，就让他们来；天狼人若南下，就让他们死在云州。愿随我者，今日起便是大夏军。看见下王！刚来到这个世界时，我只是破阵营里一个快死的小卒。那时我只想活下去，可走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这乱世里，人想活下去太难。想让所有人活，就必须有人站出来，把这天捅破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是为了自己拔刀，为天下百姓拔刀。传令，整军，明日出征。周老，在外一切要小心，保重身体。娘子，安心。我在家等你归来，到时候我们也该要一个孩子了。金狼王世子被杀，金狼王集结了整整10万大军，已经越过边界，南下报仇。另外，南边的大宁朝廷也蠢蠢欲动。南边那些藩王暂时打不到这里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打退天狼人的爪子。北边若守不住，云州就是他们的肉。这次天狼王庭集击10万主力精骑，真要硬碰硬，我们会死很多人。10万铁骑，在绝对的火力面前，不过是10万具行动的尸体罢了。就让你们看看我这些日子组建的火器营。别说马了，龙都得下跪下。这些天，鬼朝涧昼夜不停，铸出了20门火炮，改了300把火铳和上千包改良炸药包，没人能挡住。
如果这一战真赢了天狼人，你下一步要做什么？北拒天狼，南下秦陇。我要进京城，问问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：边军为何吃不饱？百姓为何活不下去？忠臣为何被抄家？奸臣为何能掌权？若他答不上来，这天下就该换个人来打。云州，交给你了，绝不让殿下失望。大夏军北上迎敌，大夏军出征。开炮！大夏军进攻！我从边军小卒起身，杀恶霸，斩奸臣。今日之后，这乱世便由我周琦来写。